台2019年嘅 Laventa 今日到店做大保養，經過師傅進行原廠指定嘅保養檢查，發現車況非常好，幾乎冇需要更換嘅老化件，一定係得到悉心嘅養護先可以有咁樣嘅車況。而家我哋需要完成嘅工作就係大保養項目，包括更換已經到期嘅機油、差速汽油、分動箱油、變速箱油同埋變速箱濾芯。第一步做好防護，使用車身護墊，好似車主一樣保護愛車。第二步開始抽舊機油，仔細觀察機油狀態，係判斷發動機狀態嘅重要憑證之一。第三步更換機油濾清器，同時清理乾淨機油格底座殘留嘅舊機油。第四步注入原廠指定嘅 10W60 機油，精確至0.1升。第五步清潔發動機艙，包括空氣格座都要拆開嚟清掃，清除異物。第六步檢查冷卻液液軌並補充至標準值。第七步添加伍爾特乳刮精。講咗咁多，以上只係簡單介紹咗換油保養嘅步驟，之後係大保養嘅其他項目。舉升車輛進行差速汽油、分動箱油、變速箱油、變速箱濾芯嘅更換工作，根據原廠保養手冊進行定期保養及檢查。唔單止係養護愛車延續性能，更係全面排查潛在故障隱患，為每一次出行保駕護航。